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謝努媽媽，我今年23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拍教徒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是中國從，學詞正要當個正當正雞，普通同埋其他水準學緊，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幫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好似幫公公婆婆還有接錯，幫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好想喺香港做爺爺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。我日日地要勤力落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借我做過，多謝晒喺香港好快見，拜拜。